回眸经典，品味戏剧之美，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经典回眸。又是一年春风送暖，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经典回眸节目将会一如既往为您带来经典好看的电视戏曲节目，同时我们也真诚期待您的关注。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将20世纪80、90年代粤剧、沪剧、华剧等各大剧种的一系列电视大奖赛的精彩内容串编集锦，希望能在这个崭新的春天里为您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女儿真真伤情啊娘，不知为弟弟他结情意，我深深插上母女两旁，女儿已发下红丝绢，我发髻就不回门家，娘并非女儿心脏，切了骨子把死亡。一口声，生争一口气，娘要真生争气，恳求娘亲真情儿子相，儿夫他意归呀去，就得功名登金榜，才能蒙着金光。
龙儿，我不会亏待他的，只等他能回来，我一定要儿你走些，送他母子早日回乡。不，母亲，娘。同江关路雨，心血娇儿在造，洋洋的恩情深似海。可破女心永难忘，旧郎情与他常在府中。
儿有从
哟，丞相呢？丞相，哦，我。丞相，你不要怒气，我早就看见你，你才来呀，你才来呀！丞相，你怎么老是喜欢躲在这里呀？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王子，我们回去吧。好了，我看你们啊都长得那么大了，还是这样爱自己。好，我去叫香干把酒菜端上来。今晚啊，我们好好的过一过这段缘节。多谢岳母。公子，你每天这样夜来明去，恐怕会妨碍你的私奔上进。你放心，我父亲言道，生我之中多养精幼，官受3岁之修，生我的文章大有长进。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是啊，昨天老爷他说问我要文章，我心里就把你下的文章交了上去。哎呀，那气的忘了事。当初我也以为忘了事，谁知母亲看了文章以后，连连点头，称赞不息，就是文章都做得不错，可是儿女情太重了一些啦。好贤呐，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取么文字，岂不贻笑大方？贻笑大方？我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吗？什么好文章？二姑一首，二姑。
届越剧大奖赛的举办，不仅为越剧观众带来了福音，同时也让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演员们有了一次表现自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各个地方、各个乐团的同行同台竞技，真正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们，也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走上了成名成角的成功之路。我的夫人啊，全气休要将我远，且听岳灵来相劝。当初因此你当我父，我本是新婚燕儿情良缘，独自为朋友失去言，你要家少情事推若转，他诚心插塞我夫妻呀，害得你我化作纸鸢不团圆。奸人托起他中大路，用尽心机也忘算。是今日眉不下月更雨，是我与你夫妻从此再团圆。夫人啊，过去之事你莫再提，跨水关高来见东关。
弟弟见了亲生女，愁眉可怜低上头，我贤家从未断过口，恰好是中间加上一条狗，难逃我天生就是逃犯的命啊！关起来，这永满嘴，娘子，小生万语一言，请娘子听了。你女人娘们亲父母，参家子亲父养心，夫妻和睦相共，生生世世在一起。我富裕时来，你亲富时；你亲裕时来，我富去的。是今日你所亲在，非鸟是鸟是还在，谁是养你？在于财
王儿他不是这样的人，王儿他不是这样的人。丞相府，私下门的好家风，有仇弟兄十当堂18年。
不是不知道，我亲自张张健健来找了你，啥烦恼我带有，你啥如此我见笑，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山，像一幕书生的情同胞。指望情情年年走到底，中间的我俩情谊比甚好，谁知道妹妹承担的心也烫，是今是你家长爱情把我教，三朝四夕不理我啊，是抱牛是为老婆担烦恼。我与处你当也是那也要好，为什么远鼻子将我抛？你与去书也是啥也好，为什么背人都是你常背好？你叫我不明不怕故里梦啊，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故去世的归往，愿难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历届越剧大奖赛的精彩片段，回眸经典，品味戏剧之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